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，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。阿们的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今天晚上召聚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能够来到教会，在这边聚集。主，我们用诗歌来敬拜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。主，我们更要用聆听主你的话语来敬拜神。主，帮助我们在和平使者当中的学习和操练，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，能够来容神益人，并且使人和睦，被称为神的儿子。我们献上被称为神的儿子和神的女儿，同心献上我们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跟你旁边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，也称为上帝的女儿。在我们的这个和平使者的操练当中，我们总共有4部。有人说这本书看起来没有很大本，但是里面的重点、里面的内容怎么那么多呢？所以呢，我觉得这是这本书它精华的地方，它几乎没有任何的废话，几乎没有任何的赘言，每一篇、每一句、每一幅都是非常的精华中的精华。所以呢，薄薄的一本，但是呢，它却是在完成4个目的，就是4个G。第一个G就是要荣耀神 ，glorify God。第2个就是要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第3步呢就是要温柔挽回，而第4步就是要 go 前去和谈。所以这本书呢，你可以把书名也忘记，你也可以把里面的内容也忘记，也可以把你这么辛苦抄的大纲都忘记，但是这4句不要忘记。我们把这4句再一次复习。第1句是荣耀神，第2句是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第3句是温柔挽回，第4句是前去和谈。好，那这个4句呢，如果你能够把它记住，并且常常练习，你可以帮助人，使人和睦。而就透过使人和睦这件事情呢，你就能够来荣耀神，你就能够被称为上帝的儿子。哇，你真的是上帝所派来的天使，你真的是上帝所差派来的使女，来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个难解决的问题。所以在这个社会上，在这世界上，需要什么样的领袖呢？就是需要能够解决问题的领袖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美国总统会选出奥巴马？因为他所提出的他的见证、他的政策、他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设的方案，都是为了要帮助国家来解决问题。所以你不要小看一个和平使者解决冲突，因为每一个问题可能都是来自背后就是有一个冲突，每个问题可能背后就是不同的观念、不同的思想、不同的言论所造成的来冲突。但是当你把这样的技巧、这样能力学下来之后，就能帮助你从简单的问题开始进入到比较深的问题，再从比较深的问题进而去解决复杂的问题，深而又深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要来学习在这和平使者当中所带来的。而我们从第1步荣耀神，好提到冲突带好机会过和睦的生活，还有信靠主行善，到第2步除去自己眼中梁木，这是值得相争吗？冲突孕育于心，跟认罪带来自由。到了第3步，就是只在你们之间。好，只在上个礼拜，好，郑牧师所带领我们的，佩杰可以帮我按一下吗？而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我们一起说用爱心说诚实话。上个礼拜我们提到，只在你们之间呢，说处理冲突最好方式是宽容，而且不计较，但是有时候这样做会让彼此更加疏离，而鼓励对方继续而且甚至会鼓励对方继续表现出伤人的行为。所以如果知道对方为某事而敌对的时候呢，要尽快去谈清楚，以免事情扩大，伤及他人。这个遥控并不是很灵，可以再帮我准备另外一支吗？好，若某人的罪呢不能荣耀神，而这罪呢会破坏你们的关系，伤害别人或伤害他自己，要帮助他看到他自己需要改变。所以在我们上礼拜只在你们之间提到的，好，就是我们要去发现怎么样去帮助别人，而是我们自己要愿意温柔，放下我们自己的心，前去处理这些冲突。但是我们去面对的时候呢，去处理的时候，要借着神的话语、神的恩典和正确神的话语，首先要承认自己的过错，带出和谐，而且要记得建设性的指正是一种真诚爱的表现。而我们今天要读的经节是以弗所书4章15节，我们刚才已经有读了，我们再来读一次，预备来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
凡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另外一个经节是以弗所书4章29节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，叫听见的人得。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。当我们在上礼拜我们学习就是要去谈和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时间 ，when 什么样的时机是最适当的，而去跟人家谈的时候，我们要用温柔的心，好，就把这些被过犯所胜的人能够把他挽回来。但是今天要进入的是 how， 上礼拜我们在谈的是 when， 到底要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去跟他谈？而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是 how， 如何去跟他谈呢？爱心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原则，叫用爱心说诚实话。那有什么样的原则跟技巧是我们要来学习呢？今天的重点很简单，只有3个，1、2、3。1以福音为中心，2快快的听，3用属天的智慧。第一个以福音为中心，福音带来盼望，福音带来盼望，而律法带来审判和定罪。所以我们要去跟人家和谈的时候，你要以福音为中心，因为福音才会给人家盼望。我们要学习把焦点放在神他做什么，神他要借着基督为了对方做了哪些事情，而不是去想说对方就应该怎样，对方他就到底为什么没有做到。我们要以耶稣的心为心，以基督的心为心。耶稣为了这个人，为了跟我们冲突争执的这个对方那个人，耶稣为他做了什么？我们要常常去思想这个问题。你在跟对方吵架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想说，这个人他为什么该做的没有做，该说的又没有做到？但是呢，有时候我们要想，耶稣也为这样的人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撒玛利亚妇人在约翰福音第4章，这个妇人呢，她是一个结了婚又离了婚，结了婚又离婚的一个妇人，并且呢，她和耶稣，她不是犹太人，她是一个撒玛利亚人。但是呢，她因为她有很多的画饼在他们的这个村落当中，所以她必须要中午大热天的时候出来打水。但是耶稣遇见她，要把福音带给她。耶稣一开始并没有就说你需要福音，一开始却对她说我需要，请你帮我打水。后来这个妇人就开始跟耶稣对话，然后呢，对话呢，耶稣就说我就是生命的水，凡喝我的必定不渴。耶稣最后把这个福音赐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他是引起他的渴望，引起他的盼望，因为他已经对他的人生觉得非常的灰暗，因为他觉得他在这个城里面已经没有朋友，他已经落人的画饼，所以人家他的婚姻已经第4次失败，这个是第5个丈夫，他的婚姻已经失败又失败，所以他非常的绝望。但是呢，耶稣借着和他的对话当中，给了他盼望，给了他一个方向。所以我们要永远记得，福音为中心，就是要把好消息、盼望带给人。而这中心呢，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呢？救赎。耶稣能够拯救你。跟你旁边说，耶稣能够拯救你。不管你的婚姻如何，不管你的功课有多糟，不管你的事业有多么样的凄惨，耶稣能够拯救你。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阿们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告诉对方，他可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但那不会是重点，那不会是焦点。焦点是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，并且恢复我们的关系。但是如果我们继续隐藏我们的过犯，神会管教，一直管教到什么时候？到我们悔改为止。所以以福音为中心，就是我们要来寻求神，接受神的管教，向神承认我们的软弱。好像这撒玛利亚妇人，她在井边打水，她不会说，我的婚姻好糟糕，我的婚姻好失败，我的感情一直受伤。但是当耶稣引导她，她最后讲出来，而她也向耶稣承认，没有错，这就是我的婚姻，这就是我现在的情况。所以我们要向神来承认我们软弱，以福音为中心，就是我们要学习用读经默想，还有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的功劳而感到什么欢心，感到喜悦。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我为什么会感到喜悦？因为耶稣用他的死，用他的救赎拯救我，挽回了我，帮助了我，改变了我，而我感到欢心，因为我有新的生命。所以当我们向神祷告，要求神先改变我们的心，所以我们所想的、所说的、所做的都能够以神为中心，才能够把这好消息见证给对方。而第2个重点呢，是我们要学习快快的听。我们一起说：
快快的听，快快的听代表是认真聆听。当你在跟人家吵架，你会不会认真聆听？你大概都不想听。可是呢，当你回家之后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你还牢牢记在心里面，因为这样，你虽然不想听，可是你却把它带回家，把那个愤怒带回家，把那些负面的话带回家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学习是倾听，善于倾听可以有这3个方面的重点，因为可以了解他人，增进了解他人的能力。第二，可以显示重视对方的意见与想法。第3，还可以表示一种尊重。而倾听呢的技巧有5种方式可以来学习：1等待，2倾听，3澄清，4复述，5同意。1等待，等待呢就是能够耐心的聆听，这是非常关键的技巧。箴言15章说：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，恶人的口却吐出恶言。一人他为什么能够讲出神的话，是因为他要讲之前，他会先等待，不马上不急着发言。我们要学习等待，避免太早对对方下结论，也不要马上提供解决的方案。很多时候，对方并不是要我们给他一个答案，而是他需要有人可以做什么？倾听。他需要有人倾听。你讲话需不需要有人听？如果你讲话不需要有人听，你就可以对着墙壁讲话一整天。你可以对着这个棉被枕头，你可以讲话一整个晚上。但是我们都需要有人倾听。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倾听，你要去倾听别人。第2个技巧就是倾听。人的心思想的速度比说话还快几倍？4倍。你头脑在转的比你嘴巴讲出来快4倍以上。如果你1分钟可以讲100个字，那你1分钟可以想400个字的思想。好，譬如4倍以上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很专注，否则你没办法听出他心里面在想什么。所以有这几个方法 A B C D E F， 可以帮助我们去表现出我们正在倾听。第1个，你的眼睛看他；第2个，避免负面的肢体语言，知道当人家在讲话，你就避免这样子，这样低着头在打瞌睡，或是手插在胸前很不耐烦，或是把脸转过去不想听他，这是负面的肢体语言，要避免。第3，要免除那些令你分心的事情。当你要倾听，你就应该把耳机拿下来，你就应该把电视机关掉，你就应该把书暂时的合下来。第4个，身体要稍微前倾。这样，当你这样子越讲越后面的时候呢，会感觉他讲话越用力，但是当你身体开始往前倾的时候，就会表示怎样？我很专心在听你。好，有没有差？有差。所以你要用身体来表达出倾听。第5个，表现出热衷有反应的脸部表情。当对方在讲很难过的时候，你就开始跟他皱点眉头；当对方讲很高兴的时候，你至少牙齿也露出来；当对方讲得非常生气的时候，哇，你就会开始替他紧张。好，你要稍微表现出个表情，不要从头到尾都没有表情，或者从头到尾都是傻傻的这样笑，这样一直笑一直笑。最后一个呢，偶尔要点头跟发声，这是很简单的学习。而第3个呢，技巧就是澄清，透过提问、叙述来确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知道你在说的事情，因为这样子呢的反应可以显示我们想到而且听到更多的讯息。沟通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了解超越问题的表面深层的想法、动机和感觉。我们要去澄清，好，就是透过提问，透过把他所讲的是，你刚刚说的可不可以再讲一次？或是你刚刚说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？还有第4个也是复述，就是把对方所讲的重点，用自己的话简单来讲出来，并且重要的简述出来。它可以包含里面的重点是什么？包含他刚才所讲的内容，还有他所表达出来的感觉。这是复述，好，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，知道吗？如果把这个倾听的技巧学习下来，哇，你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和平使者。你会学习一个善于倾听的人。当你善于倾听的时候，你就能够真正去明白人。当你明白人，你就能够去得到人，你就能够进而去解决在这个人身上，或是在这当中所产生的问题。复述是表示一种专心的聆听，而且试着去了解对方。但是复述不是我说我同意，完全同意，不见然。复述只是把他的意思再讲出来。所以复述的好处呢，有这这4个。可以澄清对方在说什么，也可以集中在议题上，并且可以减缓对方的速度和情绪，
还有让对方更愿意聆听所要说的。我知道这样子抄非常的快，而且呢，你要吸收也非常的 hurry。但是呢，好，这是我刚刚有说这本书呢，它所给的都是精华和